牛肉，菇要加些，搁在点桃子啊。那么只干做卤要提个点这种个呢，这拉多嘞，这还点有种个回来桃子啊，磨到那道卷，忙碌些嘞。其实那忙啥要干嘛不是忙碌些呀，因为还点，这一样一个个。抱歉，其实嘛，对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谢谢，对不起，我以后再也不说自己漂亮了。对牛都哥哥嘛，我家拉扫来了，真是一头都在的，被母太乱搞，我的家个只帮牛都嘞，我家被中国被破嘞，太不牛都太累只摸一牛都了，地道被头都顶能了，人家老了了，这只摸牛都顶能个塔嘞。对你都讲嘛，我理解，那是尽职尽责任的。Hello， 那道椒牛肉，我要感谢，那想到哪里还点，你弄点嘛点，公海普通话呢，那嘛你都还普通话真的能干，普通话，我理解，搁在啥地方还同你那家呢？我都还普通话了嘛，可真正一家。有多梦，我开着看嘛。有一点，跟着知道逃了嘛。我要做大个这啊！我都塔个是呢，这都啥的，也挺有才，是个都塔个呢，干好。那当时说有的个知道糖了点嘛，我也做塔个是呢，啥的是干呢？怎么还在人家老了呢？怎么你这个太了的寂寞了呢？家对你都哥哥吗？我家拉扫来了，真是一头都在的，被母太乱搞。我的家这只帮你都累，我呀被中国被破了。太不牛都太累只摸一牛都了，地道被头都顶了，人家老了了，这只摸牛都顶那个塔嘞，对牛都讲嘛，我理解，那是尽职尽责任的。